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阿们吗？阿们，阿们！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让我们一起带着喜乐的心来赞美我们的神。一起来拍手。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欣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了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欣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了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让我们再宣告一次。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一起来拍手。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哈利路亚！让我们把掌声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阿们。腓立比书4章6节说，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把这首歌作为祷告，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一起来唱。我放下自己，来到你座前，神灵
降下平静我的心，在你爱里。天父，你为我重新的生命，自己分离，与我更靠近，相遇基督里。我放下自己，来到你座前，圣灵降下平静我的心，在你爱里。天父，你为我重新的生命，与自己分离，与我更靠近，相遇基督里。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诚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跟随你吸引我，愿意。属于你，倾听你声音。耶稣来亲自带领我生命，每个决定，每一个脚印都在基督里。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诚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你的话语是我生命。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诚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你的话语是我生命。这时候，我想要邀请大家为自己来祷告，不论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让我们正在面临的选择，正在经历的低谷，甚至在经历恩典的喜悦。是的，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完完全全的交托给上帝，因为主耶稣说，当我们跟他说的时候，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这个时候，邀请大家将自己心里的所有可以说的、不可以说的，完全的交托给上帝，因为上帝在今天晚上要大大的祝福你，上帝在今天晚上要大大的来医治你，上帝在今天晚上还要大大的来安慰你。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为自己来祷告。要来到你的面前，将我的心完全的交托给你，没有办法告诉别人的委屈，是我这样的关系不敢和人分享，只是主啊，在今天晚上，主啊，圣经是在聆听大家的祷告，主啊，在今天晚上，你要对每一个人来说话，来到你的面前，将自己完完全全的交托给你，主啊，我
脚前哭泣，你的话语是我生命。让我们一起对上帝来唱。我把自己全然交给你，真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全是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你的话语是我生命，跟随你吸引我愿意。主耶稣啊，我们爱你，我们爱你。主耶稣啊，在这个时候，不论我们现在在遭遇着什么样的时刻，主，我们知道，主，我们知道你的爱会不断的来与我们同在。主耶稣，我们也愿意随时的来跟从你，即使是低谷中。主啊，我们也要高举你的名，我们也要来依靠你的带领。哈利路亚！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哪里？每个难处的鼓励，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的超能力。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哪里？每个难处的鼓励，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的超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只是我，自争自弃的苦楚要拯救，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只是我，自争自弃的苦楚要拯救，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
地，却不被困住。是的，因着上帝的大能，我们即使四面受敌，我们也不会被困住。即使我们心里难过，上帝也不会让我们再有更多的失望。是的，主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要给我们满满的荣耀。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让我们对着上帝来唱。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是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也愿主你的爱充满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每个孩子的心里。虽然我们遇到软弱、遇到困难、遇到苦楚，或是遇到许多还没有办法完成或解决的难题，但是神，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的恩典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立奔跑直到见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天。也愿神你的爱、你的能力与我们同在，再一次擦干我们的眼泪，再一次来举起我们那发酸的手，还有发沉的手和发酸的腿，让我们能够全心全意来敬拜你，让我们能够享受在你的里面，享受在主的同在当中。谢谢爱我们的主垂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很高兴看到子君回到我们当中上一次他在这里带敬拜呢，应该是去年的时候了。去年12月，子君去到了新加坡，去开创人生的新的一页。今天呢，上礼拜看到他回来，很高兴。所以请他这礼拜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这时候就拍手来欢迎子君来跟我们分享。Hello， 大家平安。平安。好，我好紧张，每次上台都很紧张，就要再拍手一次。谢谢大家。那个牧师跟我说15分钟，但我觉得我讲不到15分钟，所以我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就是很感恩，就是有这个机会可以到新加坡去工作。那在这6个月当中，我去了半年了，默默的就过了半年了，就是经历了很多上帝的恩典。那今天就是小小的跟大家分享几个这样子。对。好，那大家一听到我要去新加坡，第一句话就是跟我说：“哇，你好勇敢哦！”然后就是说：“哦，好厉害哦，就是自己去新加坡哎。”然后那时候呢，要出去之前，我也觉得自己哇，我好厉害哦，我要去新加坡哎。然后到那边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我哪里勇敢了？就是因为我去，可能因为自己一个人，所以就是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就是很脆弱。就是我每天都在哭。我真的去的前几个月，我真的是每天就是，不知道是因为只有自己的关系，还是可能人生地不熟，还是很无聊。就是我真的每天都在哭，而且是那种，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就在哭。就是我走在路上，我要去买菜，然后我就开始哭。是只有我一个人吗？这样。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每天都很后悔，我到底出来干嘛？我为什么要自己？我在台湾很安逸呀，很好，很快乐，我为什么要出来这样？对，但是呢，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声音跟我说，其实我有点忘记是，因为可能某一次的讲道刚好有讲到，还是我可能突然想到某个人的见证，我有点忘记这个。但是就是有一个声音跟我说，你要赞美神。
就是一直在跟我说你要赞美神。我想说我都哭成这样，你还叫我赞美神，我怎么赞美神啊？我真的没有办法。然后可是呢，因为那个声音就是一直跟我说要赞美神，要赞美神。那我刚去的时候我还没有工作嘛，就是我是去了好像2个礼拜之后才开始工作，然后就在家里其实蛮无聊的，然后就是一直有那个声音就是在跟我说你要赞美神，你要赞美神。然后有一天呢，我就想说 OK fine， 我赞美神你说赞美我就赞美。所以呢，我就打开了那个 Joy， 你知道那首歌吗？就是那个怎么唱啊？我突然不会唱了。对对对，就是那个 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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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ot 的那首。对，然后呢，他的副歌就在讲说，喜乐在每个清晨到每个夜晚，在任何时刻，你使我跳舞，不论明天将如何 I got joy。然后喜乐在每个晴天，在每个雨天，一次又一次，你使我跳舞，不论明天将如何 I got joy。这是一首很快乐的歌，但我那时候在唱的时候，我真的是边哭边唱，我一点都没有joy 对，然后就是但因为就是好像也没办法了嘛，我就一直哭啊，然后我想说 OK， 就是死马当活马医，所以我就开始就是用这首歌，我就开始放这首歌，然后就是开始来赞美神这样子。然后这样我唱了大概第3次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跟我说为你的房间祷告。我想说为我的房间祷告，我要祷告什么啊？因为我是跟我的房东住，然后我的房东是好像是佛教的样子吧，对。然后我觉得也有可能这个让我很不平安，所以就突然有一个声音跟我说为你的房间祷告。我说 OK fine， 我为我的房间祷告。所以我就说主耶稣啊，我需要你成为我的避难所。我在新加坡可能没有一个有安全感的地方，然后可能如果你愿意的话，求你让圣灵充满在这个房间当中，然后让喜乐的灵可以临到这个房间，让我在这个房间里感觉是我真的到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就是很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放松的地方，然后让我可以不要再难过了，不要再哭了这样。然后我真的觉得我哭得很累，然后明明就没有什么事，我还要一直哭。所以主耶稣，求你亲自来帮助我。然后我就做了一个这样祷告，这样。就很神奇的，就是在后来，我真的是发现，我回到我的房间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放松。就是我真的是觉得，它可能就是一个避难所的感觉，就是我感觉到上帝真的在这个空间里面跟我同在。所以虽然我在外面很难过，可是当我回到这个房间的时候，我是觉得很放松，然后跟以前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故事，这样子。对，然后呢，其他的就是像是在工作当中，可能相信有些人也会遇到不喜欢的主管，对，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他个人的情绪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对谈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误会，跟在同事当中也有很多的，就是可能传话的问题这样子，所以变成我在工作上面我也很无助吗？就是可能我要改，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改，然后就是很多需要磨合的地方。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真的好讨厌这个人哦，我真的好讨厌他哦，哦哟。然后我就说他都欺负我，我好生气哦。这样就是我跟我妈讲，就是讲很生气，这样就是就是觉得他一直针对我啊什么的。可是呢，就好像有一次的讲到，然后就讲到说，如果你遇到讨厌的人，你要祝福他。你们会祝福他吗？如果你遇到讨厌的人，你会祝福他吗？你会祝福他吗？不会。然后呢，我就跟我妈说 OK， 我要祝福他。我怎么祝福他呢？我说我祝他赚大钱。我祝他满满的喜悦。我就开始每天，我真的每天跟我妈说，我祝福他赚大钱，或者是找到更好的工作。对，但是就是真的很好笑啦。可是真的那时候就是很难，就是你的那个情绪一直被困在那里，所以但是上帝要我祝福他，他又透过讲道跟我讲话，叫我祝福他。我想说，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可以祝福他啦，所以我就只好这样子，就是就是祝福他。每天想到什么就祝福他，祝福他有喜乐的灵，然后祝福他。好难哦，真的很难。就是你就想着我讨厌这个人，然后我还要祝福他哦，真的很难。
但是你们可以试试看，很神奇，真的。就是呢，因为后来大概过了3-4个月之后吧，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发现我跟我的主管的相处整个变得好很多，就是可能中间的误解也是消掉了吗？对，就是我们的沟通变得更直接，然后可能也找到跟相处的方式了，对，所以呢，我真的觉得很神奇。如果你们有讨厌的人，可以试试看，祝福他，对，给他大大的祝福。很难，但是当你去试着祝福他的时候，其实喜乐的灵也是相对的，也跑到你的身上。就是我觉得这个见证，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我相信大家都有讨厌的人，或者是大家都有不喜欢的事情，但是当你去祝福他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自己可能也会感受到那个快乐，可能原本是两边都不开心，但是后来就会变成我一边很开心，你不开心你的事对，这是我在工作上面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见证这样子，对。然后呢，再来就是我觉得很感谢上帝，虽然我一开始都自己一个人，可是呢，就是感觉可能自己一个人真的太无聊了，然后上帝就派了一些天使，然后让我在新加坡呢，就是交到了很多朋友，然后也有稳定的聚会的地方，所以其实我觉得虽然只有半年，然后我经历了很多，但是我真的非常感谢上帝，从一开始后悔到我现在真的非常感谢上帝给我这样的经历，跟当我回头去看的时候呢，就是会觉得说，上帝其实给了我一个最适合我的地方，对，但是，一开始一定会很困难，但是我就会发现说，上帝真的一直都跟我同在这样子。那最后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刚刚在敬拜里面一直讲的，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送给大家，谢谢大家。我们再次热烈的拍手，来谢谢子君的见证分享。好，跟你旁边人说，无论你去哪里，神都要大大与你同在。无论你去哪里，神都要大大与你同在。我相信，虽然只有6个月啊，好，那可能比现在当兵还短，好，不过那个心路历程啊，好，却是非常的深刻。在人生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好，其实也不用特别长，甚至3个月，甚至1个礼拜。但是你有这样跟上帝的这样直接的体验呢，我相信这会成为你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祝福啊！今天我们要来看牧师最喜欢的《列王记》当中的这个圣经人物啊，好，就是你的经文好像放错了，第1节嘛，《列王记》上好，我看你的经文是放错了，好，那我来念好了，好，《列王记》上的17章第1节到第4节啊。住在基列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水，也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躲在约旦河边的基利溪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哦。”那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的敬拜，也感谢你透过子君这6个月的经历，让我们知道上帝的你是真实与我们同在，而且上帝的话是带着能力，当我们顺服遵行的时候，我们就必要蒙福。也求你透过你今天圣经上面的话语，以利亚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得到帮助，学习祷告的力量，在你的面前这样子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以利亚的祷告，这是我在圣经当中最欣赏的人物啊，因为他充满了故事，充满了戏剧，而且充满了张力啊。以利亚的祷告呢，可以说在一个险恶的世代当中，但是他拒绝躺平，他拒绝这个同流合污，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勇敢的人啊。不晓得你在家中，你敢不敢说真话？
敢，好，我相信大部分人在家中都会说真话，好，除非你的这个爸爸妈妈很凶。但是你在班上、在学校敢不敢说真话？或是你在上班的地方、好工作的场所，好，或是你在这个社会，或是在网络上面，在网络上面呢，好，你看到很多的话，有的时候是真的，但有时候呢，好不一定是真的。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伊索寓言是国王的新衣。好，最后说真话的是谁？是一个小朋友。好，可是呢，全国上下，好，从这个裁缝师到这个国王的大臣，跟走在路上所有的人，好，通通看见国王没有穿衣服，但是呢，这个小男孩敢说真话。好，国王他没有穿衣服啊。在圣经当中，也有一个这样的勇敢的人，好，他呢拒绝妥协，他呢好能够单枪匹马，好走到王宫里面，好，那他呢好能够迎面来直击，好这个北国以色列好最邪恶的暴君亚哈王，甚至呢好他能够在亚哈王的面前呢，直接大声来宣告上帝的话，上帝所要做的事情。这跟我们在今天这个世代当中呢来讲呢，是非常的不一样。在今天的世代当中呢，我们会跟随世俗，就是会跟风啊，别人怎么样呢，我也怎么样。但是我们来看以利亚呢，他却是一个领袖，他却是走一个孤单的路啊。在这个世界当中，好是会妥协，是会躺平。好，当面对压力的时候，可是以利亚呢，他却是直言不讳。以利亚这个名字呢，好叫做耶和华是我的神。好，请大家说一次。所以你在叫以利亚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同时也在宣告什么？耶和华怎么样？是我的神。所以你的神呢是耶和华。所以在呼叫以利亚，好，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以利以利，好，拉玛撒巴各大尼，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在下面十字架下面的人说啊，他在呼叫以利亚，因为他就在呼叫耶和华是我的神，好，那是耶稣。而在世界当中呢，人是会依赖同温层，好，你在这个群体上面看到的按赞很多的，哇，就是你的同温层，好，你可能就是有一群 followers， 好，会 follow 你。但是呢，以利亚呢，好，他不需要有人 follow， 也不需要有人跟他按赞，也不需要有人跟他拍手叫好。有时候呢，他很像子君好的这种经历，就是我为什么在这里？我是谁？为什么上帝把我带到这个地方？好像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你会觉得心里面那个孤单、那个怀疑的声音，但是好，却背后有上帝美好的旨意。而在这个世界当中呢，人是迎合潜规则，就是不用白纸黑字，你就会看到哇，进到这个地方里面，好，大家都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可是呢，以利亚他获得好他资源的方式呢，却是顺服上帝的话。接受上帝超自然的供应。所以今天牧师晚上呢，透过3点，就是以利亚的祷告，来跟大家来学习，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透过祷告学习以利亚，透过以利亚的行动，能够在这个没有真理的世代，或是没有人敢说真话的世代当中，但是我们能够看见，不是上帝站在我们这边，而是我们站在上帝这边。跟你旁边说，我们要站在上帝这边。好，第一个呢，我们要学习以利亚，就是拒绝什么？入境随俗啊。好你去新加坡最不习惯的是什么？都很习惯，然后那是适合天生住在新加坡。有人却觉得哇，天气很热。还有吃的东西呢，好，可能饮食风味口味不，吃的东西很甜，好，那到每一个新的环境当中，好，你可能要去适应。但是如果这个环境当中，好，这个吃好没有绝对的真理，你要怎么吃，你要怎么穿，好，这个气候文化好不一定是真理。但是如果你去到这个环境当中，好，大家都拐弯抹角，大家都偷拐抢骗，大家都勾心斗角的时候，你要像以利亚拒绝入境随俗，你要对准的是这个世界的频道，还是你要对准的是上帝的频道呢？在这个世界的频道呢，可能是追求成功、追求金钱、追求地位和名声。可是上帝的频道是什么？
上帝的频道，如同我们在上礼拜所分享的，就是我们要能够像从所罗门的失败当中，看见我们的频道要对准上帝，而不要对准世界。所罗门这么伟大、聪明绝顶的人物，最后为什么失败呢？因为他的频道不在上帝的身上，而是他频道呢跟着世界，跟着这些的他所娶来的外国女子以至于呢，他的频道讯号越来越不清楚，上帝的话呢断断续续，讯号不好，以至于到有一天终于断讯了。他想说没有讯号了，那剩下的可能是上帝的讯号。所以在先知这个以利亚，他看到我们看见，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变化而更新。你要怎么样能够心意变化而更新呢？很重要一个关键叫做敬畏神，请大家说一次。英文说 Fear God， 请说一次 Fear God。你要对上帝有所敬畏。我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关系很好，就是呢你在上帝的面前公然说谎，你也心里面不会觉得七上八下。第一次说谎，第一次偷窃，第一次做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你会觉得害怕。可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呢，那个害怕怎样不见了？到后来呢，把谎话当真的说，脸不红，气不喘，表面上哇，好像呢能够这个能言善道，巧言令色，但是是他里面那个 fear God， 对上帝的敬畏已经不见了，已经不见了。以至于呢，他在上帝的面前呢，作恶的时候呢，他没有感受，没有感觉。就好像你今天来做礼拜，你觉得你是来到上帝的面前，还是来到一个建筑物，来到一个教会当中呢？当我们在聚会当中，其实这是我们跟神最接近的时候。如果你有机会看见大卫迎这个约柜进入耶路撒冷，然后呢，有一个人叫什么撒乌撒，他手不小心去扶了那个约柜，因为那个约柜呢突然弹了一下，要掉下来。那个乌撒赶快上去扶，可是扶的时候呢，就被上帝给击杀冲破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在上帝面前的敬拜呢，是要专注的，是要全心全意顺服的，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的。而我们在敬拜当中，对于上帝有没有这样子的敬畏，还是我们可以翘着二郎腿？那一天我们青年在献诗的时候，坐在献诗的台上，有一个青年呢，在礼拜当中就翘着二郎腿，刚好坐在他那时候还没有开始，准备要开始，就赶快去拍他说：“不要在这边翘二郎腿。”而我没有跟他讲，但是拍他一下，他就马上就知道，赶快把他的脚放下来。有时候我们对上帝的敬畏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当你心里面有一个 fear God， 敬畏神，你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但是在敬拜上帝的时候，不该做什么事情。跟你旁边说，敬拜上帝的时候不该做什么事情。敬拜上帝的时候不该做什么事情。当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分别出来？而以利亚，今天要学习就是以利亚他的祷告。他的祷告是坚定的说出上帝的话。17章第1节，以利亚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水，也不下雨。”你敢不敢做这样的祷告？我如果不跟神祷告，你不仅没有下雨，连早上也不会出现露水。有人会这么疯狂吗？可是以利亚这个人在列王纪上17章出现，一出现呢，他的第一句话就好像哇，这是谁啊？敢说这么狂妄的话？他如果不开口祷告，他如果没有跟神求，这几年还不是这几个礼拜，是这几年，你不仅没有雨会降下来，连明天早上清晨都不会有露水。哇，那还得了呢？那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这个事情发生了，而且呢，不仅在列王纪上，在新约耶稣马太福音也印证这件事情，还有在雅各书也印证这件事情。以利亚他真的没有祷告这个多久的时间呢？3年6个月，3年6个月的时间没有下雨，
连露水都没有，大家一定都要发疯了，都要抓狂。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呢？因为上帝要管教这个北国以色列这个国家。可能这个事情只有发生在北国，没有发生在南国。但是呢，以利亚一出来，他指着上帝的名来宣告：如果不祷告，这个病就不会好，这个供应，上帝的供应就不会来成就。所以以利亚他有一个超能力，就是能够说出上帝的话、上帝的心意，而且脸不红、气不喘。我不晓得你什么时候会去说出上帝的话，你会什么时候跟人家运用圣经的话呢？其实当你对圣经的话越熟悉，你可以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机会，甚至你在写会考、学测、作文当中，可不可以写上圣经的话？也可以写上圣经的话。好，那个阅卷老师搞不好还会感动，哇，这个学生怎么能够写出这么有哲理的话？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超能力，就是能够宣告上帝的话。好，跟你旁边说，上帝要给你超能力，说出他的话。上帝要给你超能力，说出他的话。以利亚，我们不晓得他怎么样被训练的，因为这个人呢，叫做来无影去无踪。这是谁的台词？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卡通？来无影去无踪。你们大概都没有看过这个卡通。后面接着叫做旋风小飞侠，没有听过。这是牧师小时候国小时候最爱看的卡通影片。前面叫做来无影去无踪，旋风小飞侠。那他就是以利亚呢，连他这个地方叫做提斯比，住在基列的提斯比。提斯比这个地名呢，在圣经当中也没有任何地方记载，所以你在地图上面要画，还真的画不出来。如果他没有讲基列这个地方，然后以利亚他的爸爸是谁，妈妈是谁，他是哪个支派的，通通不晓得，只知道这个名字叫做什么意思？以利亚，对，耶和华怎样？是我的神，就只知道这样。然后后来以利亚的最后的结束，他是怎么样离开这个世界的？如果你有知道这个故事，他收了徒弟以利沙之后，有一天上帝就感动所有的先知，他有好几十个先知的学生，每个都会讲预言，都会看异象，然后说我们的老师今天要离开我们。最后以利亚是接着从天上来的火车，着火的车跟着火的马，叫火车火马，离开天上。可是呢，他是圣经当中唯二没有死的人。哪两个呢？第一个在创世纪，就说以诺与神同行多久？300年，神就把他接到天上去了。第二个就是以利亚，他与神同行数年的时间，我看起来搞不好不到10年的时间，因为亚哈做王总共12年。他在亚哈死后没多久就被接上天了，就被上帝接上天了。可是呢，以利亚呢却到了新约，马太有他的名字，马可有他的名字，路加、约翰福音4卷福音书都记载了他，还有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也记载了他。甚至呢启示录当中你都可以看到以利亚这个人的样子呢，好像在讲以利亚这个人啊。所以耶稣说呢，万物复兴的时候，以利亚必要再来。所以在犹太人当中，宣称以利亚没有死，而且还会再回来，因为他是被接上天，他还会再回来。所以我们要有以利亚能够说上帝的话的超能力。第二个呢，我们要锻炼核心肌群，在哪里呢？在基利西。说一次，在基利西。基利西呢，我们可以找到它是在约旦河中间的一个小小的支流。这个可能就跟我们这个住在桃园的这个南坎溪还要小。南坎溪呢还终年有水，基利西呢还不一定终年有水。南坎溪呢，它已经够小了，可是呢，基利西可能比这个南坎溪还要更小。可是他为什么要到那个地方去呢？因为当他出现之后，开口第一句话：如果我不祷告，你们没有雨水；我不祷告，你们没有露水，大家就等着吧，等着吧。然后呢，上帝就告诉他：以利亚，
好，这在第17章好的第3节，上帝呢就告诉以利亚，你现在起来离开，去躲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啊。上帝就告诉以利亚说，现在你去躲起来。好，然后他就很好奇，为什么我要躲起来呢？就以利亚呢，他真的就躲到那基利西里去啊。基利西，好，虽然它是一个小小的溪，可是它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叫做修剪，或是切割，好，它的意思就是修剪。好，大家说一次，基利西什么意思？修剪。好，也就是说呢，以利亚的生命呢，上帝呢要去修剪他，好，要让他在那个地方呢，好接受训练，就好像刚才子君在分享，他不一定是去修剪，不过他的见证让我很感动，就是呢，他遇到不喜欢的人的时候呢，他选择用喜乐，然后呢，选择用赞美，选择用祷告，还选择用上帝的话去祝福。我觉得呢，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上帝的应许跟同在。就是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可能已经跟爸爸妈妈已经讲了再讲了，你可能跟你的闺蜜再骂了又再骂，但是呢，情况都没有好转，最后只能够相信谁呢？相信上帝，按照上帝的话。上帝说要赞美，我说现在很苦上帝说要饶恕，我现在很气。但是呢，上帝告诉以利亚，你要躲到基利西，躲到那个小地方去。他说我是一个大人物，我直接单枪匹马到王宫里面去。以利亚他一开始的出场可以说是轰轰烈烈，但是上帝的命令呢，叫他藏起来，他就真的乖乖的二话不说，他就躲到基利西，可以说是一个孤单的内室。在那基利西当中呢，在那个地方他要做什么呢？在那个地方没有人，没有伴，没有供应，没有朋友，没有逛街，没有网络，没有讯号。在那个地方呢，上帝在锻炼他的核心肌群。什么核心肌群呢？我们会继续看下去，17章、18章，锻炼他的核心肌群，就是他对上帝的顺服。上帝用什么来考验他呢？上帝用他没有办法想象的考验他，而躲到一个基利西修剪切割，只是一个训练的开始。所以上帝的法则呢，是让我们先隐藏再显现。你想说我要梦想为主做大事，你可能梦想着我要为主成就大事，但是有时候上帝的法则是等一下，在你想要为主做大事以前，你可以先安静的灵修3个月或是半年，好好的来读神的话，能够好好的来抓住神。如果子君他没有去新加坡，可能继续在台湾这6个月呢，他可能就没有学到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在孤单的时候依靠神赞美神，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功课。遇到不喜欢的人，就最有效的方式居然是什么？祝福他。所以在这个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逼迫你的要为他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在天上的奖赏是大的。所以我们看见以利亚，他一个人呢很孤单的，在训练他的核心肌群，或是属灵的核心肌群。你再看，不管是棒球比赛，或是看世界杯足球赛，你再看各样的比赛当中，这些场上的运动员，一场比赛下来90分钟、100分钟，可是背后你看不到是什么？他要花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他的训练室接受像这个 Curry， 这 Curry 呢，他能够投球投得这么准，你看到是他在场上这么神奇的，居然能够在那个不可能的时间出手，不可能的角度还能够投进。但你没有看到是什么？他一个人可能从清晨天还没有亮，他就开始在那边投球，投到太阳都下山了，他还在那边投球。他能够忍受那个孤单，忍受那个孤寂，能够一个人在那边顺服训练。所以跟你旁边说，你要在基利西顺服上帝的锻炼，你要在基利西
顺服上帝的锻炼。所以你要去找到你人生当中可以孤单跟上帝 one by one 的时间。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人生当中有这样的时间，就是人生地不熟，然后呢，只能够靠，不是只有靠父母，也不是只有靠朋友，而是只能够靠上帝。当你越有这样的经验的时候，你就会长出你的属灵的核心肌群，你跟上帝的关系就会开始去抓住他。我不能再靠我的爸爸，靠我的妈妈，不能再靠我的哥哥姐姐，不能再靠我的这个小组长，而是要真的要靠神。最后以利亚的祷告呢，是拒绝世俗的内耗，经历乌鸦外送员。我说乌鸦外送员，如果有一天你点了这个 Foodpanda， 就送来的是一只乌鸦，你敢不敢吃？乌鸦代表什么？乌鸦呢，在犹太人当中代表不洁净的，所以如果这个送来的外送员是一个流浪汉，这个帮你送外送来的，是一个衣服破破烂烂的，把你的餐送来的，你敢不敢吃？不晓得，因为这个外送员都戴着安全帽，然后很快来很快走，有的时候就挂在门口。但是乌鸦外送员呢，是上帝要训练以利亚的核心肌群的第3个部分。不仅是乌鸦，在这个刚才我们读到第4节，但是呢，在第5节，以利亚呢就去了，他照上帝的话做，就住在基利西。第6节，乌鸦早上叼饼和肉来，晚上也有饼和肉，然后他又喝溪里的水。就在第6节，这个乌鸦还真厉害，早上呢为以利亚送饼送肉，晚上呢也有饼也有肉，这样维持多久的时间呢？我想这样的时间呢，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因为第7节说，这些日子当中呢，最后溪水都干了。本来这个溪呢流，但因为没有下雨，因为没有露水，所以这个溪水呢，最后呢水全部都干了。所以我想大概有半年以上的时间，每一天以利亚就在那边接受乌鸦的供应。乌鸦代表的是一个不洁净，但是呢，重点不在于外面的不洁净，重点在于里面你的圣洁。保持圣洁不会让你饿死。大家说一次，保持圣洁不会让你饿死，坚持圣洁，上帝不会让我们饿死。以利亚他既然敢发出这样的挑战，这几年我若不开口祷告，绝对不会露水，不会下雨。那他自己要怎么办？他自己要想办法活下去。所以上帝要让他躲在一个叫做修剪的地方，在那边抓住只有他跟神。第2个，上帝派了乌鸦来，让乌鸦不洁净的这个外送员呢，他每天都要顺服的吃。后面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呢，乌鸦大概喂了他一段时间之后，上帝第2次对以利亚说话，说：现在你离开这里，去撒勒法。撒勒法这个地名也很有趣，撒勒法叫做锻炼工厂，锻炼场就是锻炼的地方。你从这个修剪的地方呢，现在去到锻炼的地方，做什么呢？在那边会有一个寡妇会供养你。寡妇就是自身难保，上帝现在要叫以利亚去接受一个寡妇的供应。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觉得，如果你现在吃得好穿得好，但是上帝叫你住在寡妇家，结果果然这个寡妇怎么样呢？他去到他家，这寡妇说：先知啊，今天这个面粉跟这个瓶里面的油，就是我跟我孩子的最后一餐了。先知啊，你要再来住我们家，如果我们这一餐全部吃完，我们就准备在这边等死吧。可是以利亚怎么说呢？以利亚说：上帝必定会供应，而且呢，你的这个坛里面的面粉呢会用不尽，你瓶里面的油呢会用不完。所以他就凭着信心宣告。所以
这个故事真的是太神奇。以利亚呢，他真的敢对寡妇说出这样的话，而寡妇真的凭信心，就用最后一点面粉跟一点的油，就做了面包。他们吃完之后，隔天开始，这个坛里面的面粉一直都有，瓶里面的油一直都有。这是以利亚后来能够在那个地方活3年的以上的时间。因为总共多久没下雨呢？刚才说多久？3年6个月，就在这个寡妇家这样子，可能有2、3年的时间了。所以上帝让这个不圣洁的乌鸦，或是一个卑微的寡妇，可是上帝的潜规则呢，是让人能够不是靠经验，不是靠你外在的自己本身的能力，而是依靠上帝的超自然供应。请跟你旁边说，依靠上帝超自然的供应，依靠上帝超自然的供应。所以如果你相信以利亚的故事是真的，上帝呢，他能够调动资源，叫一只乌鸦来喂你，早上就有饼还有肉，晚餐再来一次，这样子连续6个月，到这个溪水已经没有半滴水了，以利亚就起来要离开。然后呢，6个月之后又叫你去到一个寡妇家，穷寡妇家，把他家最后的食物全部吃光。然后呢，光了之后呢，凭信心经历上帝的供应，连续2年、2、3年的时间哦。雅各书5章17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再一次，以利亚与我们一样是性情的人。这句话，每次想到这句话呢，就会给我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这么神奇的人，这是我圣经当中最欣赏，真的是最神奇的人物。可是呢，在新约当中，雅各书说，他跟你跟我一样，都是肉体之身，都是属肉体的人，会7情6欲，会有脾气。下礼拜呢，我们继续要分享以利亚，你就会看到以利亚的脾气，他的软弱，跟你跟我其实真的是都一样。可是这一句话的后面是，当他祷告，就3年6个半，3年6个月不下雨，就是这样的人，跟你跟我一样的人，但是他的祷告是带着能力的。所以以利亚他的软弱，他也同样在一个险恶的时代，他可以做到逆转胜。我们也有软弱，我们也在一个险恶的时代，我们可不可以像以利亚一样做到逆转胜？可以。跟自己说，我可以像以利亚一样做到逆转胜。相信的就说阿们。我们可以像以利亚一样，在一个充满谎言，在一个充满邪恶的世代当中，但是我们可以像以利亚坚定的依靠上帝。只要你愿意顺服上帝，被修剪到基利溪，你愿意顺服上帝到撒勒法被锻炼，上帝就会使用你成为他的器皿。下礼拜要分享的就是在加密山，第3个地方，这3个地方的名字都很特别。这个基利溪叫什么意思？修剪。撒勒法叫什么意思？锻炼。加密山叫什么意思？叫做花园。花园。上帝把他带到花园当中，跟400个巴力的先知，还有450个亚瑟拉的先知，加起来多少？850个，1打850。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战争？一个人，你那个叶问可以1打20、1打30、1打50，可是能够1打850呢？上帝就让以利亚被修剪、被锻炼之后，他成为一个世代当中的领袖。他不再是那个盲目跟随的那个 follower， 不再是按别人的赞去订阅别人的频道，而是他按上帝的赞订阅上帝的频道。在今天的信息要结束以前，我们知道以利亚3个祷告的秘诀，就是站在永生神的面前，说出神的话。第2个，常在基利溪旁，接受上帝的修剪。第3，凭信心接受乌鸦的供应。你会说，这个苦，这个我吃不下去。
彼得呢，他也曾经上帝也叫彼得吃那些不洁净的东西。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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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这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吃过。可是以利亚二话不说，乌鸦送什么吃什么。还有你知道乌鸦很聪明，乌鸦很聪明。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乌鸦会叼石头到瓶子里面，然后可以喝水？乌鸦真的很聪明，还有乌鸦也很自私。可是呢，又聪明又自私的乌鸦，它居然愿意做外送员，每天早餐，每天晚餐，然后呢，一连6个月帮以利亚送饭来，让以利亚能够在那个当中，他跟我如果想到我是以利亚，看到早上乌鸦来了，6个月之后，本来你很讨厌他，6个月之后你会跟乌鸦怎么样？当好朋友，说啊，乌鸦，谢谢你，好，坐下来聊一下吧，好，乌鸦，好，一起吃吧，吃完再走吧。可是6个月后没水了，上帝说你要离开这个地方，到下一站去，上帝要使用你。我相信上帝也要挑战我们，就是在这个世代当中，在你的环境当中，有没有谎话？有没有别人怎么样，你也入境随俗？大家都作弊，我也跟着作弊。在我高中的时候，真的全班作弊，全班作弊。那是我这个印象当中，我第一次作弊的时候，那一次是考会计。哇，大家呢，老师在前面，我们那桌子很大，大家就把课本藏在下面。那第一次人生当中第一次作弊，不过呢还好没有学到这个作弊的坏习惯。你能不能够在大家都说谎的时候，但是你选择不要说谎？大家都心思邪恶的时候，你却能够像以利亚一样坚持上帝的原则。而你的基利溪在哪里呢？你的基利溪可能只有短短的15分钟，可能只有短短的20分钟，但是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建立跟上帝的关系。所以上帝说，我们要像乌鸦一样，像外送员一样，要站在破口当中。我们不是要躺平，而是要拒绝躺平。我们要对准上帝的频道，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在这个邪的世代当中，听见上帝的真理，听见上帝的话，如同以利亚的心志。圣经里面马拉基书最后一句话，第4章最后一段说，他要让以利亚的心呢，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以利亚的 power， 这就是以利亚的能力。你知道在这个世代当中最大的谎言是什么？我来考大家，我以前有分享过，在这个世界当中最大的谎言是什么？ AI。 还有呢，在这个世代当中最大的谎言就是耶稣不会再来。在这个世代当中最大的谎言就是上帝不会审判这个世界。你可以追求你的，放心去追求你的人生，放心去追求你的梦想，你不用管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你只要活在当下，活在今生，活在今天。一个没有耶稣再来的观念呢，你就会活在一个完全没有准备。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像这个马太福音25章这些5个童女没有预备油睡着的人一样，哀哭切齿。哇，怎么办？我们都没有准备，都没有准备。今天下午我请这个 AI 在做的时候呢，也看到一个影片。这影片就是在2024年，在日本某一个地方淹水，那个影片只有短短的3分钟，可是那影片当中呢，就是一个人在他的家门口走出去看啊，淹水了。昨天新竹也淹水，淹水了，水来了，他站在外面看，然后呢，这样看很帅的在那边看，结果呢，看了半天，这水居然就来到他门口，他就开始往里面走，然后呢，又过了30秒，这个水已经冲进他家的院子，然后开始有些东西就跟着下来，然后他赶快开他的车门，叫他的妻子，叫他家的老人赶快上车，他要开出去，结果呢，完全来不及。再下一个30秒，那个水就是马上盖过这整台车，整个车子都浮起来，就东飘西流。
最后那个影片那个人，那个人又赶快从车子里面跳出来，可那台车子呢就被冲出去了，里面有他家的老人，还有他家的老婆和小孩，完全没有准备。这个世界最大的谎言就是告诉你说，你不用预备耶稣基督再来，你不用预备将来天上的事情，好好忙你今天的事情，好好忙你今生的事情。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站在破口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从以利亚的身上看到一位伟大勇敢的基督徒，他能够在国王的面前单枪匹马，对国王来宣告那不可能的任务，但是他也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去基利西接受修剪，去到撒勒法接受锻炼，最后上帝你要使用他在加密山成为上帝的器皿。是的，主，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困难，我们的外在有很多的考验，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我们爱莫能助，觉得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诈骗集团，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么多拜偶像，或是被偶像吸引，或是跟随世界拜金这样子的风气。主啊，但是你让我们看见一个祷告的人能够胜过一个不祷告的国家，一个以利亚能够胜过850个巴利亚舍拉的先知。让我们看见一个顺服的以利亚，他能够在3年6个月没有下雨的当中，能够依然坚立，依然站立得住，接受磨练，接受考验。主啊，求你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来到了基利西，什么时候来到了撒勒法，而我们什么时候准备要上加密山，要为主来做工。愿上帝你使用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奔跑不放弃，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疲倦的时候，我们依然全心全意来跟随你。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大家从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用诗歌来回应每个狂风，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对主说我爱你，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四面受敌，绝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至暂至轻的苦主要成就，
你心里面的困难告诉耶稣，心里作难，神要给我们盼望，让我们有以利亚的心志。哈利路亚！至暂至轻的苦楚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最后一次说，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是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的生命，在他的服事当中，很多的时候是孤单的，在很多他服事的时候，是没有人能够听他说话，但是他有一个坚定的心志，单单的倚靠神，即便没有朋友，即便没有属灵的同伴，甚至他必须得跟不洁净的乌鸦作伴，但是他依然顺服，依然勇敢等待上帝的时间。上帝说 OK 移动，他才移动。上帝说 OK 下一关，他就前往下一关。主啊，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虽然我们还年轻，我们未来的日子还很长，但是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来预备自己的生命不同的阶段，让我们的人生能够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让我们能够顺服上帝的话。当我们遇见不喜欢的人，当我们遇见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或是当我们遇到孤单想要放弃的时候，让我们想到以利亚，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我的神，耶和华是我的帮助，是我的依靠，我还要怕谁？愿上帝你的名你的话永远在我们每个孩子的心中，带领我们的人生脚步，在每一个时刻都能够紧紧跟随主。我们在你面前这样子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回应神的恩典，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请起立，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有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哈利路亚！让我们再次带着喜乐的心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拍手。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欣跳跃，你是
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的胜利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的胜利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我们要张开口，更大声说，我们要张开口，哈利路亚！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给耶稣一个最热烈的掌声，拍手来赞美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充满，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能够效法以利亚的祷告，能够一生服侍神、荣耀神，从今始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好，我是嘉义小组的组长恩典，然后今天有领朋友吗？没有。好像是没有。好，大家跟所有来的人说，很高兴见到你。很高兴见到你。好，那我来进行报告哦。那第一个呢，是我们核心同工事工研讨会，那在明天的1点到4点的时候，会在现场这边举行核心同工的事工研讨。那请核心同工都预备心，准时的出席。好，再来是 Advance 台湾2026年，那有来自于美国的40位左右的志工，那本来6月30号到7月4号的时候来到我们教会来举办一个志工的训练营。好，那我们领袖高峰会呢，我们会办在2天，那有一个是8月15，一个是8月22，会办在我们教会的新场这边。那在6月3日前报名的人呢，会有早鸟的礼物，那现在看到了200元的图书礼券。那如果是我们在籍的会友嘛，有全勤的话，也会退回500块报名费。欢迎大家能够一同来参与，然后一同来一点能力。对。那再来是宣教之夜的一个祷告会。那我们在7月1号的时候，8点到9点有3个祷告会。那这一次的主理很特别，是Advance台湾他们来一同来做主理。那地点呢是在我们现在所在的33号新场。那欢迎大家，如果星期三有空的话，能够一同前来参与，然后来看，一同来做祷告会的事工。好，那再来是迦南的台语朗读比赛。那我们迦南第2届的台语朗读比赛开始了。那现在看起来在场的所有的年纪都可以报名。如果大家有时间，然后有兴趣，愿意来报名的话，去20天都能够来进行报名，来报名比赛，延长报名，大家一同来参与，就是这个台语的演讲。OK， 那在2022年的阿嘎贝儿童夏令营，那我们的2022年阿嘎贝儿童夏令营第4季福音勇士呢，在明天的时候会截止报名。那目前其实已经报名的总共有60位。那如果周遭还有一些人还没有，他们家的朋友还没有报名，然后愿意参与的话，可以邀请他们一同来报名哦。好，再来是我们国中客服班，在6月30号的时候会举行一个结业式，那也感谢所有的志工老师的一个辛劳。那在下期的时候会将在9月中的时候会开始举行。那如果周遭有
有人国中生邀请他们，那这个是专投国中生的。好，来是生命教育老师，对，那现在也在征求一个前往大埔国中以及新竹国中的生命教育互动的老师。那如果大家有对生命教育这一块是有兴趣、愿意来参与的，能够向我们的募捐总干事以及我们的社工同事来进行报名。好，来进入讲座。那我们在7月5号星期日的时候的中午12点半，那会在我们49号的2楼礼拜堂。那当天呢也是从世代世界哲学教育教会，那讲师是来自台湾神学院的院长吴忠明牧师，那欢迎大家能够一同来参与。再来是我们农历课程的一个报告。那上半年的时候呢 ，A1 以及 A3 的课程都已经结束了。那再来有3周，3个日期，分别是7月11、7月18及7月25，三个周六可以进行补课。那如果有参与 A1 还有 A3， A1、A2、A3 啊 ，A2 也有A1、A2、A3， 然后中途可以有请一下需要补课的兄姐，都能够一同到1楼公布来去查询，然后也可以去看他表列的时间，去前往补课哦。来是阿嘎培的升级季亲子礼拜，那一样是在明天的时候，礼拜中花园礼拜中会举行。那会后的12点到1点的时间呢，会在我们新塘这个地方举办爱的陪伴活动现场，在那个地方午餐座谈会。那场地在左手边这个位置，右手边。好，大家右手边，我的左手边。OK， 好，那如果有小6要升国中的家长，或者是小5要升小6的家长，都可以一同来参与。最后一个是我们的郭正坤弟兄，就是我们的郭阿飞，在2024年7月31的时候已经有退休，然后后来兼任我们本会的一个兼职同工，那到现在其实已经2年了，那将在我们6月30号3天后会准备要再次退休，那也感谢我们的郭弟兄过去的辛劳。祝福他。对，他总共做了15年。哦，他做15年。对，从你出生到现在，所以今天这个礼拜6是最后一次跟大家说谢谢啊，记得要跟大家说谢谢哦。OK， 那大家的剧本如果这样挂，我要跟他说谢谢。好，那再来呢，在时间我们这周6要进行大扫除。对，那